啊，若讲到这个菜市啊，就是早起人上多，安尼市场叫公滚。啊，各地菜市啊，拢存在同款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单位拢共排到大路来，啊来买菜的停机车拢共占着大路。在地人拢知影，着爱撇开这个菜市啊路，但是外地人若是失角差，甲这个车驶入去菜市啊底，就歹在咯。进退两难，嘛因为安尼不时就咧起纠纷，像南投草屯上界大场的大关市场，迄会使讲是寸步难行，参警察就真苦恼。为着要来解决这个纷争，草屯镇公所拍算要用驻地条例，伫咧中昼进前4轮以上的车辆，袂使哩驶入去菜市啊底。这个太夸张了啦！开车进入南投草屯上大的大关市场，路边的贩仔也有凊彩停的奥多摆，甚至行路买菜的人是互车用要开袂叮当。原本只要2分钟的路程，要开10分钟才开得出去。都被包围，后面全部奥多摆，挡到太多人的路了。开车唔耐用挡掉的，规条路的人嘛对你鸟看，甚至会感觉讲，为什么你要把车开入来？但是嘛有人认为讲，这明明是大路，啥哪袂当开？已经有点侵犯到这个路权的部分啦。那个市场，我故意开进去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民众的意见无同款，安尼警方是安怎看？自小客车在这个拥挤的时段也尽量避免来进入。其实含警方嘛希望车辆唔通开入去，但是为着要避免无相关的规定引起的纠纷。镇公所嘛拍算要制定驻地的条例，要禁止4轮以上的车辆伫中昼12点以前进入。这是条例送到县府再审议。镇公所嘛讲，若是驻地的条例通过，就会派人来徛伫路口指挥。另外，若是拄到当地居民，嘛会发通行证，会当互因开车进入市场。